交接，一口气就出来。天地结合，用大天桥很可爱。天地结合，阴阳调节，你去散。安尼啊，所以平常时啊，无代志，莫胡白讲话，只要去。啊，莫念啊个字，安尼啊，对无？无代志，就安尼翘倒来，啊，安尼平常时啊，就安尼。哦，安尼一口气，啊，那安尼心就落来了后，对家庭、对任何会种种的相处，婆媳之间、爸囝之间、阿某之间，其实认真讲都是同一样道理。伊不一定真心，啊，伫因内底咱的相处落来，安尼起来温暖就出来，安尼尔。所以美就是咧叫咧修就对经常讲美就是咧讲修就顽强，吼啊智就是知晓耶明，修就顽强，就是咧讲你心悠久，啊你自然当中，你的心都会转，柔就会转，吼咱就是硬，咱转袂过，难软伊就转会过，啊，就转会过。啊，转会过叫做转，转就它会当转念，啊有转念它会当转机，啊有转机才能够转化。安怎课上的造化，靠我们心的造化。你心是要甲转我正边来，转我倒边，啊是要硬边边来转哥哥，揉嘛吼，啊转过来以后当中有眼泪，你有眼泪，可是里面它会充满着无奈。眼泪充满着无奈，可是你眼泪在释放。你释放你家己，安尼，因为那个就是悲情，你的情，你本来到这就是因安慈悲的情叫做悲情，哦，那里面有很多无奈，没关系，目屎干的吞下就好，消化掉，哦，啊，进来给你看你的啥，看你的回好，咱是用眼泪在看你的后果，好，还是？对嘛吼，啊你回好，你有回好，你唔大会当斩将，高官爱斩将呢，伊咧斩你的心魔，斩你的义气，斩你安怎咧斩，咧斩，安尼嘛。所以地有悲了，你的地才会产生，你心已经有空间啦，一转来出来啊，你的智就产生。你的地内底看到当中是知晓耶明。你伫因内底毋是看到树的迄个果，你是看到伊内心世界的因。所以叫做菩众生为果，啊菩萨为因。啊因的啊菩萨看迄个因的因地，看你的心地内底就是已经有